土地公的信仰是客家人很普遍，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信仰。那客家人称土地公叫伯公。虽然台南市客家人口分散，但呢，我们跟大埔福德祠合作。那一方面呢，也是把客家文化这个很重要的部分给找回来；另外一方面，也是借由伯公生这个日期跟在地多数的闽南族群一起来合作共同来庆祝这样的一个节日。因为有点渊源，有可能我们先人也是那个客家人的那个融合嘛，也有可能是先人也一起在这里经营这个我们大埔在那个客家语里面也是有这个大埔这个字的，也有啊。所以这次跟那个客委会这次的交流非常的圆满成功，也非常高兴希望下次也有机会大家在一起配合来办这个活动很有意义。今天我们是帮贝公出售嘛，所以呢，我们特别打这个新钉板，然后大家自己制作之后呢，那我们在祭典之后，我们就会把这个来分送给我们的乡亲，给他们带来一天的好福，就是一年的好福气。重要的那个节日呢，我们都会盘花，这个花呢，花材通常都是来自我们自己家庭的庭院里面摘的，摘来之后呢，我们就一个一个用盘插成这样圆圆一盆这样子。然后呢，象征它是非常的圆满，然后福气。我们也邀请剧团在接下来3月的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有4场是我们的巡演的活动。那这个巡演儿童剧的巡演呢，也就是跟伯公有关系的这个戏码。那透过儿童剧，也让大家来认识客家的信仰。掌握时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因为土地公虽然是所有的台湾人跟所有的华人的共同信仰，但在客家里面土地公叫做贝公所以说让很多大埔这个六合境福德祠，大埔也是这个客语的大埔街所以说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今年特别别开生面征得庙方的合作，能够一起来用客家的方式来祭拜土地公。那我相信借着文化的传扬跟交流，可以让大家更了解福德正神这个土地公这样的这个渊源那在这个共同的民间信仰里面，能够让土地公的这个传统民俗文化让更多人了解，不仅在于宗教，而且在于文化的传承这点是我们这次祭典的主要的目的。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18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伫咸水的华来影视基地第2座时代场景日本时代龙町片场正式完工，这也是目前全台唯一的立地商业街景。台南市政府特别举办完工说明会，未来将会继续增加街道、道具、甲建筑等场景，更加符合剧组翕片的需求。为伫咧咸水区华来影视基地，伫咧110年度12月完工的日治时期龙町片场，还原了古早台北龙町通、本町通的路口。也佫有4栋商店经典的建筑。伫18号下晡，台南市政府特别举办完工说明会，来向大家说明前2期的计划进度，也佫有未来的规划。安内影视基地在黄市长上任之后，就大力的一个推动，所以积极的争取第2期中央9000万的一个预算。那接下来也会再跟中央争取大概有1.4亿的一个预算，来完成第3期相关的一些场景。那今天特别针对很主要的这些完成的场景，荣町4栋主要的建物来跟大家做见面。那这4栋都是在荣町里面非常主要的一个建物了那
这些建物其实是很多剧组在拍摄所谓的时代剧，尤其日治时期的场景非常重要的一些设施哈。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透过这样子的机会，也希望说让更多的剧组知道说有这样子的场景，欢迎大家随时到我们的案内影视基地来拍片、来取景。第二座的时代片场完工，未来除了会当提供来拍片以外，同时嘛会当作为文化教育也有休闲观光的好所在。台南市政府会努力继续规划电影放映厅、电影体验馆，也有文创商店、餐厅、旅社等特色空间，希望会当打造出一个会当拍片、佮会当促进观光的文化休闲教育场所。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3月12日中秋节拄啊过，不过台南市环保联盟最近看到水高峡公园桂子山的大黄景被斩掉，加上进前7个白地造林，以及未来港墘农场也有可能被抢白开发，所以召开记者会，呼吁公部门唔通头前放工种小树，后壁却拼命斩大树。台南市环保联盟上午伫台湾环保中心志工黄安调的带领，包括环民理事黄子云、田心有机农场的负责人徐子山等人，伫东林运动公园的大门口来召开记者会，因批评公部门伫植树节来选择种树啊，毋过背后却来插树啊，包括进前7个的平地造林，规个草坪来种灯，以及最近桂子山的大黄景顶。批评公部门袂用个互植树节来变成树木的浩劫。要生活，反对植树浩劫。要生活，反对植树浩劫。要生活，反对植树浩劫。水高峡这件是上近的吼，这件算是文史的文史的古迹，但是你竟然。将几啊山村甲路平，而且阵参早大黄景的时候，你就甲废掉，啊！你以政治权去为名，啊，都不对嘛！啊，所以我感觉讲吼，有这件代志，我也感觉讲，咱市政府对树木、对森林的重视根本就无嘛。啊，所以我是感觉讲，树啊吼无保护袂使啦，真正无保护袂使。啊，你文书的物件无保护嘛袂使，文书的物件破坏了就无去嘛，迄袂是古董的物件嘛。啊，所以我是作反对讲，以后港田农场是毋是去用这种粗暴的手段去撤树啊？啊，像我来讲，真就变害去啊！啊，比如讲，咱头前在栽细丛树啊，后边要撤大丛树啊，啊不对嘛！前面风光种小树，后面疯狂砍大树，不对嘛，逻辑不通嘛。所以，望这些其中会当听到。除了7个甲桂子山的树木被撤，环保联盟。嘛为港尾高溪流域的港前农场的树木来签名，呼吁公部门袂用个为了工业区的需求，牺牲农场67公顷的森林面积。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配合市场高节，西市场的本体整修完成，后续将由市场处来办理整修改建，以及旧摊贩区的铁道重建。目前摊商是暂停营业，不过因为改建的计划一直无定案。议员陈义丁希望会当赶紧定案，让摊商早一天回去营业。经过3年的整修，台南市场古迹西市场的主体整修，伫去年4月底完成。经过立委陈廷辉、加行政院长苏贞昌，伫去年底前后来会勘，中央嘛愿意补助西市场的借款，加旧摊贩区铁道重建。目前大部分的摊商已经暂停营业，甚至迁到附近的浅草或者是货柜屋。议员陈义丁要求，希望市府要赶紧定案，让摊商会用早日重回市场。大菜市这个3排卖店就是过去就是最多小吃汇集的地方，包括这个江水号的剉冰啊、阿瑞意面啊，还有头头鱼给很多霸丸一些小吃都在这个地方结果因为这个地方要进行改建的工程，所以已经封闭起来一段时间那导致呢这附近的摊商其实不管是过年啊或228连假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生意所以其实生计也大受影响。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市政府因为这个整个规划还要
有这种文资审议哈，希望市场处这边可以跟这个文资审议的部分能够加快这个脚步哈，让这些规划能够尽早的完成，那让这些摊商能够早一日回到这个地方来重新的来营业哈。那因为这个整个封闭之后，对这附近的整个商机也大受影响，因为很多民众都想说啊，这边封闭了，是不是就没有了？那当然旁边还有浅草市场，还有货柜市集，但是很多民众其实还不大知道哈，所以让这个地方的整个生意真的受了很大影响，所以希望说整个程序能够加速办理哈，让这个地方能够尽快恢复之前的荣景。为了配合西市场三排卖场赶紧来改建，部分的摊商已经刷到附近暂时来营业。为了生意无法度，因嘛全力配合，不过希望要加紧脚步。当然嘛是希望紧起人搬转去，但是起是因为迄个建筑物是民国69年农历的1月17号，他开始拆开登记，以前是木造，我以前伫遐过是木造房屋。啊，民国69年拆开登记，前后去45天我去搬转去，所以现在迄个建筑物在当初是没有建造的，可以说是临时建筑物。啊，一个临时建筑物40几栋啊，内面也有诶无诶，脏乱鸟鼠一大堆，所以拆开登记起诶嘛真好啊，嘿啊。你讲是讲讲这时间上呢，当然时间上来，但是愈紧愈好咯。其实改建是好事啊，不是坏事啊，只是说我们那一排要给我们承诺，哦，你要拆什么时候要拆，什么时候要建回来，要个白纸黑字写给我们，我们就安心，你们慢慢做也没关系，我们需求就是这样子啊。旁边那2排，他们有抽这边，他们如果没有盖回来，他们还可以这边回来做啊。我们那一排是完全没有。对此，市府经发局嘛回应，目前改建的计划拢正在进行，预计4月20进前会将工程的设计定案，并且甲文资处来合作，将相关的设计送文资审议会来协助审议。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2022昆禧湾乐活文化季3月26號甲27號2天，將同時伫昆新、喜秋、萬里3地聯合展開。今年文化季是用工藝製作遊戲、萬里美食系列作為主軸，還有文化體驗旅遊、市集以及在地社團甲街頭藝人的演出。成功国小国乐表演为2022昆禧湾乐活文化季宣传记者会揭开序幕。文化季将伫7个月日落日7两天，伫昆新、喜秋、万里3地联合展开。今年有别以往，以工艺制作游戏、昆禧湾美食飨宴这2大主题作为活动主轴，还有加上昆禧湾3地文化体验游艇。刺激在地社团以及街头艺人的演出，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玩。在26跟27举办我们昆禧湾乐活的一个文化活动。那这个文化活动很感谢我们新兴国中他们工艺制造中心来帮我们做一个闯关游戏。那把过去我们洗漱经常在用的交通车、轻便车也纳入这一次的一个体验。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风味餐，我们就邀请国宴主厨帮我们把在地的一些元素跟特色融入到我们的风味餐里来。那除了我们主场在我们湾里以外，其实在昆山跟喜树，我们也有轻旅行这样子的一个运作模式来做一个串联。那这一次也非常特别的，就是说我们的蜗牛田园的哈。也在中午的时候，让这些参与活动的市民朋友们来体验一下我们当季乌鱼子怎么样一个入菜的一个风味餐。那欢迎大家26、27一起来我们湾里玩。民政局副局长吴明熙也特别到场推荐这场活动，尤其今年限量80道的昆禧湾风味餐，介意美食的民众绝对唔通错过。从13年前第1届办到现在。昆禧湾这个活动，会使讲是咱南区会使讲一年一度非常大的一个年度的盛事啦伫这个3、4月这这办这个活动需要提起好以外，咱的活动的内容会使讲非
非常的多哈，也在吃喝玩乐都有了哈，包括我们的美食飨宴啊、小旅行啊、丁丁尤其我们的肖区长非常的认真对这个从去年开始，他对这个昆喜湾的活动每一年跟那个活动的样态都不一样，所以希望能够在昆山湾里洗漱这边带动我们整个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活动尤其咱这回马上结合到咱的庙宇咱的里小区跟咱所有的商圈来把这个活动整个南区都可以带动起来。昆喜湾我们学会将我们那个乌鱼子料理，就是我们沿海地区非常有那个早期那个乌鱼子，在我们社区就会有一种那个自然的食物。那这是渔民在我们冬季的时候所那个留下来的这些食物那我们把它这一次变成我们的昆喜湾文化旅行的那个料理文化的其中之一。3月26、27活动现场，除了有结合科普的工艺、甲文化艺术，以及一起解谜昆喜湾的游戏，互参加的朋友会当为游戏当中认识昆喜湾的人文特色，嘛当体验文化行塔等等的游程。活动规划是非常的丰富。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委托台南市按摩业职业工会办理养生素亚技能班，经过7个月1000点钟的训练，8位视障者18号举行结婚典礼，并且顺利取得按摩丙级技术师的证照。台南市政府劳工局伫去年5月委托猎人业职业工会办理视障猎人师的培训，虽然一开始当着疫情停课3个月。不过，伫经过7个月的密集训练，总时数1000点钟的培训，8位学员全部取得猎人的丙级技术师的证照。18号下午，伫德公里活动中心来举行结婚典礼，由劳工局就业促进科的科长颁发结婚证书。以往我们的这个按摩丙证班是1600个小时，那因为我们就是希望说今年是。应该说去年去年试办，就是说想要说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再培训多一点的视障按摩师，所以我们把它拆成2班，然后浓缩成1000个小时。但是理事长就是说，我们虽然浓缩成1000个小时，但是我们的所有的课程都不打折，所以大家在这么有限的时间，原本是训练1年，然后把它缩短成大概7、8个月。要这样子，而且大家是去考照是全雷达，所以相信你们这一班的实力，而且是比就是说更加倍的努力，才有今天的成果。8位学员当中，唯一的女性梁琼文，不但科学成绩上好，而且嘛分享家己，因为一场的意外失去正类的视力，而且倒类的视力嘛真模糊，拄开始根本就无法度行出来。伊伫甲参加视障猎人的课程，才互家己个重新找回希望。拿到证照不是学习的结束，而是训练的真正的开始。因此，我们就开始着手进行职场的手法的训练课程。其实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是要身材很魁梧，或者是力气很大的人才适合从事按摩这份工作。对于我这种身材比较娇弱的人来说，我使不上力，真的让我感到相当的挫折。我也觉得开始产生自我怀疑，是不是自己不太适合从事按摩这份工作。那直到后来老师们有教导说，刚柔并济，4两拨千斤才是真正省力的方法，这才有让我觉得，我找到真正对的按摩的方向。那现在的我，面对未来的工作，不会再感到恐惧或者是害怕，我也可以面对未来各种不同的挑战。猎人业职业工会理事长蔡协正表示，工会对民国98年培训至今，总共完成猎人养成训练有8个班，在职训练4个班，平均考得猎人丙级技术士证照超过9.5%。伫个取得证照的学员，每学就业嘛有将近8.5%。
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春季祭孔典礼将伫3月20号举行。台南孔庙原本伫孔2、孔6大地洞损害部分，今年已经全部整修完工，所以将会当予整个典礼更加完备。欢迎民众同工前往参加，感受这项传统的古礼。伫这个礼拜3月20号透早6点，伫台南孔庙春季祭典特别盛大展开。典礼过程遵照古礼。台南的祭孔典礼是全台保存上完整的古礼祭祀科仪。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透过脸书直播的方式，让民众伫厝里买当参与着典礼。今年都嘛因为过去的修复工程全部完工，准备要为市民朋友带来更完整、更精彩的典礼内容。那这几年因为整个孔庙的工程在做修复，所以难免在祭孔的过程当中，都会因应工程有一些调整。那今年的春季已经是孔庙整个古迹都已经完成修复，所以大家又可以看到最完整的整个祭孔的一个仪礼。那孔庙当中的乙城13音也是保存了已经有超过150年这样子的一个历史，所以在整个雅乐的部分也是值得大家可以细细的来聆听、来了解，到底孔庙的祭孔的音乐是哪些。其中典礼嘛由中医国小的学生为大家带来对古早所流传的来祭孔舞蹈6艺舞。祭孔典礼已经是台南市重要的文化艺文活动，邀请大家会当伫3月20号透早6点，做伙来到台南孔庙来参加隆重的祭孔大典。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为了提升医疗品质，奇美医学中心研发团队努力研发教具甲医疗器材，特种无数，尤其红外线及时导引系统的拟真血管模具平台，甲守护器圈，嘛得到第18届国家新创奖的肯定。奇美医学中心影像医学放射诊断科的医师吴德昌表示，近年来神经血管介入微创的手术。伫各种的脑血管疾病的诊断甲治疗，拢有真大的帮助。毋过，伫实际临床的场合，却欠缺帮助初学者的一套教学的模具，因此研发红外线即时导引影像的拟真血管模具。因为现在台湾有一些急性中风取栓的需求，所以这个是要提供24小时服务，所以在人力需求上非常的密集，非常的强。那在我们的训练，一般来讲，传统训练需要3到5年的训练，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真实病人资料库1:1的模具，那可以来加强住院医师的训练，而且缩短他的训练时程。那另外，我们又考量到在训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辐射线，那这个辐射线因为训练而增加的辐射剂量，我们需要来减轻。那再来，我们不需要干扰到临床的实际运动操作，我们不需要用到实际的血管摄影室，所以我们另外就是利用这个红外线的导引，那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在一般的服装操作下，在会议室，在一般比较空旷的场合，我们就可以来做这个训练。奇美医学中心研发团队伫教学院长陈志成的带领，结合教学中心的主任加临床医护人员的努力。近年来，伫创意甲创新得奖无数，透过临床实际运用，类似医护人员首创的研发守护器圈，不但会用预防患者自行来医治公路，而且嘛用预防手腕加指尖关节处的压伤，提升医疗照护的品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一位70岁有高血压的男性，因为肺炎发烧，暗时突然间癫痫发作，意识不清，而且骹手佮抽筋。经过心脑病院急诊诊断，发现是严重的心律不整所引起的。经过安装永久性的心脏节律器，才顺利出院。心脑病院急诊科医师林世豪表示，一般的癫痫发作，大部分会出现四肢抽搐、意识未清。但一寡类似癫痫的患者，嘛有可能是心律不整的表现。亲像这名70岁的患者，第一届发作只有10几秒钟，后来恢复意识，并无其他的不适症。经过心电图的检测，发现是病毒症候群引起的亚当斯斯托克的症候群。
大家民众上对癫痫习惯上的认知，就是病人会意识丧失、肢体冲突、那口吐白沫、眼睛上吊等等这一些这样。那通常大家会习惯去找脑神经内科来做治疗，但是有一小部分的癫痫是因为心脏的问题，它是因为心律不整诱发出类似的动作出来。那你如果在当下没有紧急来看急诊，或是后来找错科别，它有可能会误诊一段时间。那运气不好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生命啊。辨别上，大部分的癫痫在发作过后，病人会有一点迷蒙的状态。但是如果心律不整的癫痫，通常发生完之后，他会立刻回到正常的状态。所以对医护人员来说，如果他发生肢体抽搐的时间之后，人立刻恢复正常，讲话、走路、活动都没有问题，那有时候我们会比较怀疑是心脏造成的问题。这样，亚当斯斯托克症候群是指严重的心律不整引起的晕厥症状。虽然症状甲癫痫真像，不过医师呼吁，如果民众出现心悸、胸闷、抽搐或者是晕厥症状，一定要看心脏科，避免延误来就医。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1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